刘嫂，还佫一粒，甲啉来者。恁爸若无甲你掠来电报吼，我就是狗仔囝。欸，啊，平主安哪会来乡妹房间来找志远呢？这是安怎样？看志远安尼点点啊，搁吃3碗公半。乡妹，你赶快出来！出来啦！受过困啊啦！别当假死，咱甲爬起来，起来！啊人呢？恁某怎个讨个遐？你搁戆戆徛伫遐？戆假！明珠啊，掠狗掠对遮来，哇！安尼后壁有戏通看。嘿，啊，你这条戆鸡啊，恁某伫咧讨假呀？啊，你搁烟头搁徛伫遐，啊好，我即马甲你掠起来，藏起来，到时候乡妹都爱跪咧甲我求。好啊，拢无问题啊。真假啊，多谢你啦！啊，我暝久啊吼，有伫一个所在，请你原谅我啊。好啊，拢家己人，讲啥失礼咧？多谢，多谢。乔生，廖啥？以后啊，交我志愿就好啦。多谢你。啊，对啦，时间无早，大家拢忝，较早休困咧。明仔载啊，咱个好好开讲。多谢。时间啊。来。你哪未困？哦，足忝的。老阿要食油打水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拢无。你搁了对我第七是？你是安怎啦？针对药啊哟？实在有够无良心的，骗我讲安娘病啊足严重的，摕到你医药批包啊，讲要去安娘看病，结果呢，你是送去安药病，去做不三不四的代志，现在送伊都抱袂转来，你讲骂我食唔到药啊？你是咧后面讲啥啦？我哪有叫乡妹做啥物袂见效的代志呢？你要来侮辱乡妹啦！乡妹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你知无啦？杨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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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梅！你即摆心肝来斗杨梅，根本都无过。是啊，杨梅听你的话啊，你要叫伊从啥拢从啥，所以快开心。你真正是食了小药啊心啦！放唔对啦！我食了小药啊！我也讲我都袂了我啦！我见面过啦！你敢讲我清楚啦？你到底是几岁啊？你讲啊！
假胖去啊！啊，即摆要安怎？哎呀，你是好袂啦？今仔日你无甲我讲清楚，我袂帮你算啦！你是有够烦的你啊！明明无个代志，你就咧白白无，硬硬你个乌气。我明明亲目睭看到，你甲向妹对这门口口安尼行出去，你可袂我烦？啊！安怎？这无话通我讲的是，你讲啊！杨妹是对我去阿娘房间啦。他带我去阿娘的房间，阿娘伊人在困，你甲强妹根本就无伫阿娘的房间内。你讲啊！你甲强妹到底是啥物事啊？去你讲啊！杨妹对我去阿娘房间了后，伊就走去啊啦。我伫阿娘房间陪阿娘，如果安尼，我甲你困去，我嘛唔知影，所以。你靠近来，我讲个真实的啦，真实的。真实的啊。好，行，要倒啦？咱来阿娘的房间，问我清楚。好啊啦，这样嘛。为着你安尼乌白菜去，要甲阿娘吵起来，你是要甲阿娘气死哦啦？我已经叫你气死啊啦！连珠啊！咱已经结婚8年啊，我敢是种乱来人了啦？什么？杨梅，你哪里卡？啥你去？我已经放弃了啦。哎呀，小可代志，那你哭甲安尼，叫我找回来就好啊。无啦，我死去找到头拢无呢。啊？我阿妈讲过，伊这家公就代表我的红婿，安尼阮阿娘也要生出我红婿进前。天在人在，家亡人亡啊！这严重哦。姑啊，咱赶紧替杨梅去找看嘛。哦，好好好，你赶快行，坐起。我歹命，我歹命，我歹命，我歹命！民主好啊，你是要甲规个伙仔拢插起来？安尼我无民主，你也失身份，都无好处啊。你起来！你赶起来！你无让你好食困，起来！起来！你甲我讲清楚！你是反无药啦，倒来讲啊济，你听无药啦。妈唔对啦，我就是看无，安怎？你才老讲话，当啥话囡仔才会相信啦？我甲你讲啊，我烦的你啊！你是无良心的！你起来啦！你起来！你甲我讲清楚！你起来啦！起来啦！领主啊，你好的啦！我烦啦！卖搁拍好无？也要拍，拍规身躯流汗，我变咩爽？安尼有爽啊未啦？我不要啦！你做你话问我啦！卖搁拍，你袂跳查某囡仔人莫管。我袂跳啦！你哎呦，是阮大哥甲阮大哥呢，我哪会免管啦？咱个阿妈无带你是咧管啥啦？找你个家啊啦！管嘛！找家啊啦！管嘛！插你！你干嘛？你猪咕咕咕咕。我才来发你查某。你去倒位？你等来啊！你等来啊！有找到无？
妹啊，好，莫烦恼啦，迄家工袂走远去啦。即马吼天阳光大拢起来，要找家工吼无方便。到晚表演吼，才阁替你来去找啦，莫哭啦。啊，若真正找无，甲阁买一只就好啦。你每只家工嘛无共款哦。袂啦，你逐只家工吼，拢嘛差不多。到时咱咧买的时阵吼，迄积水吼是要注意就好啊。我就毋知恁阿嬷目色偌好，有知影讲吼，咱即摆买的甲之前迄只无共款，啊？你我咧讲是有道理啦，你免那烦恼啦，吼。那不过，若要违法嘛，发现要安怎？袂啦，著搁等下恁阿嬷发现，那呢我这表演毋做假。我吼，甲阮大个赶紧吼摕一笔钱互你啦，你甲摕去互恁阿嬷啦，你就免搁做啥物等long妹啊，啊？小奶奶，啊，我先来行吼，你家较细腻啊。好，兄妹啊，你家己买较细腻哈，好啦，莫搁烦恼啊啦，吼。大个啊，你这个表妹吼是头够乖巧的，一点电仔火吼都无地找哦。咱来赶紧找一个办法吼，互伊离开乡下。阿娘，老子，你别来小三我，别给我阿娘，你无资格给我阿娘。给我好好该搞死，我对不起他，你现在要抢我器官，你们错了，我现在搞我，你们抢我器官。小奶奶，别个怕啦，你看小雨偏雨，阿婆你们在打你吧？别给小雨找我，让我好好搞死，我对不起你阿娘。我真做唔到啥物代志，我要改就是啦。我给小人给小，我给小。你讲讲问我，你做唔到啥物代志是？你讨我后，咁你打我后袂来，你别给啦，别给小。阿娘，你个讲无啊？我真正无。你甲试我拢同款啦。是啊，给水妹。头只叫我俩，你个讲无，你讲无，你别给小，你打我后袂来啦，别给小，别给小。阿娘是完全跟你别跟做你。别说啊！你你冲啥你啊？我咧创啥？你当刚刚你在小吵我到底？啊，我是让你朋友咧谈你，你起码问我咧做啥？啊？你是讲什么笑话你啊？你做人嘛较差不多你啊！做人较差不多，做人较差不多是你两个啦。哎呦，透早透夜，啊是咧冤啥啦哈？无啊，啊你拢下到无甲一个下因。阿娘，你问你的心肝去，问我家己做啥物对不起我的代志？志远啊，阿娘，这拢是民主的，家己后背记心机鬼啦！你看这摆讲你心里是。好啊啦，啊透早透夜，靠吹靠哦。志远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嘿，啊你的面塔呢？哦，恁翁仔某冤家相拍，明珠甲你招的，明珠啊！你实在真害呢！翁仔某冤家，啊，就甲绕甲安尼，啊，你要叫志远，免留迄面珠喙外口较见啦。阿娘，这是我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伊是你翁婿呢，冤家相拍，你应该当作冤仇人啊，甲绕甲安尼。哦，我还未死，你就甲拍甲安尼。啊，我若死，你毋就甲疼食落吧？阿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我先对不起我，伊甲用袂。别做啊！你讲的都要留一吹是搞暗呢。你臭下顺，我讲嘛。哎呀，好啊啦好啊啦，到底是安那？你甲兄妹是安怎啊？无啊，透安怎？啊，讲话安尼吞吞吐吐，查某囝讲话毋得较压杀你。阿娘，是民主哦，看一个野就生一个囝，害我兄妹做啥袂记啥代志啦？兄妹，阿妈，我无啦，我真正无啦，我无交代我做啥物袂记笑的代志啦，我无。好啊啦，啊一个口都有够水啊，啊两个口来斗。阿娘，我不管啦，你来替我做主啦，阿娘。好啊啦好啊啦，明珠啊，你才真乱来呢。志远是我的囝，自细汉我甲带到大汉，伊生怎安那我真了解，伊绝对袂做这款的袂见笑的代志。阿
就是你啦！哼，也即款败坏门风的代志，摕来安尼乱闹，传出去，我要安怎倒心地徛起就好。阿娘，好，免讲啊啦，食饱伤营，营营唔生囝，还伫咧乱闹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啥啦？迄古少爷给我传一本警察来啊！伫倒位？老太太，啥啦？迄古少爷给我传一本警察来啊！伫倒位？你大听！这个小人变什么吧？行。阿娘，我倒来。哎呀，免啦，你好啊，你恁某啦，这个牵手都无在着驾驶啊，做什么查甫人？阿娘，阿娘。嘿，阿姊，真正遐饲鸟饲家宝地呢？毋是饲鸟厝家宝地啦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。你臭！毋是臭大啦，是公务在身，也嘛开一场医好。姜老太太，我是真敬重你甲恁后生强之源，因为恁后生对阮日本人有讲，放大厅长嘛真恶了。我感动。若毋是因为安尼，我老早就甲你规间厝拆了了。阮专门封锁新德社，也详细数查去，就是找无廖连丁。找无聊添丁，跟强教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会当100%肯定，廖添丁伫咧恁兜。呀，你毋是超过啊？聊添丁哪有伫阮兜？你甲敞开，点，哪有？别开咯！嘿，也嘛开一场，请你莫生气。阮大姊吼是一个善良的百姓，伊是个性较硬尔，讲话较直尔，事多谢。嗨，你甲恁阿姊讲，讲我严啊考试，看在放大厅长的面子上，我要互因强甲歹。嗨，阿里阿东，阿里阿东。也毋过，我限你3天的时间交出廖添丁。啊！囝仔，我人掠厝了，所有人拢总拘留749天。阿姊，我这个人一向讲话算话。行，嗨，嘿嘿，也嘛开一场，莫惊，也嘛开一场，莫惊。阿姊。是做什么歹心地的代志？有人安尼陷害我。妈，阿姊，你有啥人啊？哦，我入来甲姐。你完了，不要紧。阿娘，袂当我受到刺激啊！啊，若无，真麻烦。安尼就害啊你！夜妈哭一场哦，喊你3天来，将廖添丁搞出来呢。这场代志要安怎？阿姑，你去甲爷妈开一场，讲几寡好话嘛。廖添丁哪有可能藏伫咱兜咧？这就足歹讲哦。无一定咱兜吼有伫内贼通偌鬼咧。你是讲啥？嘿，妹妹啊，你感觉我讲了有道理无？阿姑啊，咱兜就这几个人尔，大家拢互相了解，免有可能。莫了后袂讲话啦。好啦，我是伫咧用药的啦，唔免紧张到安尼啦。好啦，莫点仔讲遐济话啦。安尼吼，做爱好，好无？大家拢出去，吼。妹啊，你
迄只鸡哪会无带来？嘿，迄只鸡好无？嘿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补甲无去呢。你若真是补甲无去哦，你这条命嘛会无去呢。到时吼，连我这做舅公的啊，若要救你哦，知影无？看，奇怪，你阿母即马好无？已经无代志啊。真实嘞，想要到来到恁厝安尼甲你杂做，也遮尔济麻烦。刘尚，千万唔通安尼讲。大个啊，真假啊？啊，即马代志拢发生啊，啊，毋着赶紧想点办法咧。即摆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咱赶紧离开乡下。毋过大个啊，啊，即马世界拢警察，咱是要安离开啦？我有一个办法。要不要回去？阿春，少奶奶，少爷咧？少爷，伊哪常常出去啊？出去？今仔日拜日，伊去倒位咧？啊对，向我咧，伊无伫阮奶奶的房间，也无伫灶骹，伊走去倒？小少奶奶伊去买菜啊。买菜？嗯啊，平常是毋是你去的？小少奶奶讲是老夫人叫伊去的。干嘛呢？嗯，这就奇怪啊！一个走去买菜，一个毋知影到倒位去。
面的人咯。行。这是我以前啊，行，是吧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顶头是我看有半病人的所在啦。啊，这是我替一寡身份较特殊的人看病的所在啦。身份特殊，这什么意思？到这来，我无需要瞒你。其实我有真侪抗日分子的朋友，因拢是为咱台湾将来打拼。但要去受到什么伤害、甲意外，因拢会找我替因医治，这是因看病的所在。真欢喜，会当实在你这个有理想，还佫为台湾将来咧打拼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这个所在哦，真安全，佫真秘密。你甲美姑哦，会当真放心踮遮给到去干。啊对啦，讲到美国煞未去，即摆人才走对，我紧出来找伊。哎，刘嫂，即摆外口日本警察真济，啊，你的枪伤我袂好咧，我去找伊，有啥物消息了，我再来讲。安尼，就拜托。我这边啊，去拜托你。哦，一定要拿到山的。啊，兄妹，啊，歹势讨厌，我拄仔人起来，我明仔载一定答复你。好，啊，去拜托你。应该。我来做。歹势哈，孙家吼，嘿，兄妹，来，遮坐，吼，遮坐。啊是讲天下路红雨咧，袂发觉咧，你还晓讲来阮兜找我？啊是讲，啊你哪会知影我住伫遮？是阿豪甲我讲的啦，哦，阿豪甲你讲的啦，哈。我会记咧。鸡？无啥物鸡啊？不过，拜托你啦，你莫甲我创治啦。哦，你是阮阿姊的宝贝孙媳妇呢，我要哪会敢啊？姑姑，你个，我无遐尼伟大啦，安尼我会接受啦。姑姑，我昨拄仔离乡甲的门，啊，阁有足侪规矩我唔知影的啦。啊，卡住我有啥物得罪你的所在，啊，你就要原谅我，我会改啦。姑姑，我求你啦，拜托。即马伫咧爱爸叫母啊，吼，我都唔相信你唔乖乖听我的话。我甲你磕头。别，免磕头啦！你头磕到破也无路用啦。啊是讲迄只鸡吼，迄只鸡，我已经开始食掉啦。哎呦，妹妹，小妹啊，你是安怎来？小妹啊！是要互我惊死哦你啊！哥哥，你是要害死我？好啊啦，莫哭啊啦！你是阮兜一个死人嘞！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拄则甲你创治的啦。你是阮阿
姊的孙心母，阮阿姊将迄只鸡当做那孙嘞，我要哪会敢？我唔敢做迄个不仁不义的代志啦。舅公，我求你啦，你将迄只鸡害我好无？以后我永远拢为你做牛做马，好不好啦？舅公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啦。你台湾，要替我做牛做马？是啊。你安尼白毛毛幼咪咪，做牛做马，我会唔甘，敢是真可笑啊！是我家己心甘情愿。别，做免啦吼！哎，只要你安尼逼儿逼孙就好啊！你唔听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要踮在我面头前，结果袂输妈祖婆咧！你甲恁大官，你做袂见效的代志，你掠做我唔知是？我无啦。我较大只鸭啦，千万莫偏白啊！舅公，我真正无啦，我有甲阿妈讲过，阿妈嘛知影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阮阿姊是咧小囝、小孙，小到头壳歹去，伊咧甲你生我，毋是吗？舅公，我问你，你昨暝跟你爸去倒？啊？你掠做我毋知是？你知影？欲要人不知啊，除非己无为。还是讲，小妹啊，啊你若好好听我的话啊，安尼逼兄逼孙，代志拢无。我绝对袂去亏待你，知影无？我是强家的新妇呢。但是你唔通袂记的呢，掠家伫咧拜堂的人是我呢，假是禽兽。啊？是啦，你是舅公袂用的啦。迄不要紧啦，舅公读袂书哦，无迄落袂用你这2年啦，哈。不要紧啦。你。不要紧啦。你不要放弃啊！我讲过我放弃，我要怎再去强家啊？错啦！你这坐我惊无坐我酒哦？阿娘，啊你来我伫房间加贴者。哎呦，安尼听规工哦，感觉安尼腰骨酸痛咧，起来行行咧较好。志远呢？无伫啦。今仔毋是休困日，啊伫咧无用啥啦。明珠啊，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人俗语人伫咧讲，无恩无仇，毋成爸囝；无冤无罪，毋成夫妻。翁仔某冤家见你嘛会，啊冤冤的就算，莫扣伫咧心肝内。搁再讲，啊你嫁入来阮强家也已经8年啊，也无生到一男半女啦。你也无迄个资格吼，伫咧我面头前结面手互我看。阿娘，我无这意思，我嘛毋敢啦。若无这意思就好。啊香妹呢？伫咧煮饭哟。杨妹出去买菜啊，到即摆还袂转来。买菜，啊是谁人叫去买啊？阿春公是你叫伊去的啊？黑白讲。阿春，你过来。
老实讲，是小奶奶，伊安尼甲我讲的啊。小奶奶，阿妹，我讲的拢是真的啦。志愿兄妹，因两个人明明就走出去约会，搁咧画冤枉，等我了就证据，就要互恁两个人打甲住。我都伫要斗啊，哪会甲这阵还袂倒？安娘，我看迄个兄妹吼是挂哪加伤金吗？无啦，我来凊彩摇摇咧，唔敢加讲。啊，无你的叫是我咧办农事几咧？好啦，莫去啦。阿豪，老太太，什么代志？你甲阿春吼去菜市仔看卖，看兄妹到底会变啥嘛？是。是。大家只过来真无够意思，毋知早一对喊我世界公公车。站吼，阮香哦，那么大阵人呢，气死呢！啊，阮赶快慢慢处理啊。阿娘，有什么骗不好？就真的老死人，怎么变成了不得已？狗妞啊，狗妞啊，狗妞啊！走啦，走啦！快去啊！哇！兄弟，终于了！走！表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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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啦！是什么代志要全死啦？表妹，是我，你甲我扯开！你是在创啥？表妹，你也别袂使安尼，你有听无？日头都落山，哪会到即久还袂转来？这死草鬼啊，是死去倒位去啦？明珠啊，你去找看卖。阿娘，阿孙甲阿虎就已经去找啊，而且讲即摆天已经暗啊，兄妹应该会回来啦。阿娘，你去倒位啦？啊，叫猪叫狗，不如家己走啊！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来啦。小奶奶，老夫人，安怎？找有无？无呢，无找着。老太太，阮安尼规个菜市啊吼，安尼街仔头、街仔尾、巷仔路、东西南北门，阮一世界都找透透，都拢无兄妹这人影啊。阿虎，你敢有去少爷医务所看过无？有啊，问说咧啊。那安尼，只管是带兄妹去对个约会咧。这死查鬼啊！才入门2工尔，敢若标无咧？啊，讲要去买菜，标到无看人影。阿娘，自从兄妹入来咱家门迄天开始，我就感觉伊毋是啥物好查囡仔。人拍见就无好打见，一只拜登的鸡公，
也甲我抱你走。这样乡下做公做妈，我是做啥物歹势定的代志，才会娶到这款的孙媳妇。实在。你等下是？阿娘，你当安心啊，兄妹嘛转来啊啦。你有找到兄妹哦？兄妹，我做要创啥？我奇怪啦，你约兄妹出去游山玩水，这间厝内也无人甲对你安怎？你何必安尼计较呢？明珠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着老实讲啊，啊无你的代志会叫外人突破，你着稳久拍练到，食6点歹看。你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啊什么时阵啊，两阿婆也咧搭嘴角？志远，啊你有甲兄妹斗阵无？阿娘，我是透早就出去无闲，哪甲兄妹做伙咧？啊，兄妹是安怎样啦？啊透早讲要去买菜，到即阵还袂倒转来。少爷，我甲阿豪出去找几工，拢找无呢。我过来找看卖啦。我嘛要来。唔免啦，阿娘有讲，叫我要起来找兄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恁两个拢出去找啦，踮咧厝诶烦死。你等我啦，你。哎呦，这件代志哦大条啊啦，啊看要安怎？真是个拍死好啦，迄个。这里面关天的，啊，用嘛用掠去枪杀咯。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有恁囝在吼，谁若敢求兄妹哦，我叫等于见做工作嘛。你讲得真简单呢，就是讲警察厅是你开的吼，人乡下的人嘛唔放乡麦耍。哥哥，兄妹莫等去抢家就好啊。伊是乡下的身份呢，啊你唔可以转去，敢讲你要饲伊哦？饲就饲啥惊啥？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啦？母啊，我是甲你讲正经的呢。兄妹，以后吼考法就好啊，吼，放心免惊啦。咪姑啊，母啊，你若莫安尼。你笑话嘛咧讲规片好唔啦？赶紧想办法啦，帮忙乡妹，这上要紧啦。我想来想去吼，兄妹是对我，这是好办法啦。哎呦喂啊，要形失德哦，这个囝吼。哎呀，你是安怎啦？我呢，哦，在店顶啊呢，去找店顶啊，一定有办法的啦。你真歹讲哦，反正阮大嘛想无啥物好办法。迄我才唔相信呢，伊一定有办法啦，紧啦去啦，去找啦，免啦，去啦。好啦。你今日你是要创啥啦？规工在遐带人安尼动拢西动拢西，你是讲忝心心？你家己要来啦？你这个想要讨兄妹，根本就无看，你干啥去哩啦？三大姐。阿娘。志远，也莫开啥，如果有啥代志哦，今日个早起，恁阿舅的头壳遐互拍着同伤，即嘛倒咧医生馆。谁拍的？廖天丁。你是咧笑啥？也莫过是啥？你只爱讲廖天天伫阮厝的，也毋是讲廖天天叫阮阿舅因兜甲拍伤。即摆又搁来阮兜掠人，话拢你讲的，安尼敢毋是真好笑咧？甲恁阿舅拍着重伤的，毋那廖天丁一个人，还佫有助手。助手？咪姑啊？你捌这个？全台湾人啥拢毋知影廖天丁是有有这咪姑呢？伊是西港新街咧斗阵的，毋是咪姑的，啊无佫是啥的？是你的新妇老兄妹。